2016年，古天樂主演嘅電影票房最高已經過6億，而到咗2019年，單單一年，古天樂更加係豪取33億電影票房。有唔少觀眾之前覺得旁白有啲唔自然，所以今次我哋換咗團隊另一位成員把聲，同埋做咗啲優化。我哋會慢慢分析呢幾部電影嘅質素同票房。2019年4月 P 風暴，亦就係反貪風暴系列嘅第4部上映之後，古天樂主演嘅電影幾乎每個月都有一部上畫。同佢對戲嘅分別係梁家輝、劉德華、張家輝等等。亦就係呢一年，古天樂同孫軒相隔18年後再次合作。古天樂可謂非常高產嘅業界公認勞模，唔拍拖唔搞緋聞。古天樂基本唔係喺度拍緊戲，就係喺去拍戲嘅路上。同近年咁多訪問、咁多謝票相比，不得不感嘆電影市場，尤其係香港電影嘅落寞。我哋睇翻當時幾組數據，2019年全年古天樂主演嘅6部電影票房已經超過30億人民幣。喺2019年之前，古天樂主演嘅電影票房最高一般都喺1到3億之間。然而踏入2019年之後，量變形成質變。首先分別喺蜘蛛俠、決戰千里、獅子王、阿拉丁等荷里活巨製面前，同期6、7月上映嘅追龍2、掃毒2分別攞走3億同13億票房。掃毒2基於第一部掃毒入面由劉青雲、古天樂、張家輝組成嘅鐵三角，令觀眾印象深刻。套戲喺內地更加斬獲2.37億元票房。但係拍攝掃毒2嘅時候，台前幕後都大換血。掃毒2導演由陳木勝換成咗邱禮濤，片入面嘅鐵三角亦都變成劉德華、古天樂同苗僑偉。掃毒2天地對決同掃毒唔同嘅係，導演將焦點擺咗喺毒品嘅社會議題上。導演邱禮濤接咗拍攝任務之後，就開始訪問緝毒警察，搜集相關資料，用咗1年時間寫出呢個人物關係三足鼎立嘅劇本。所有人物都圍繞毒品展開。20幾年嘅兄弟因為毒品反目，劉德華飾演嘅余舜天同古天樂飾演嘅地藏，一開始都係幫會古惑仔，最終一個販毒，一個禁毒。地藏變成香港嘅最大毒販，而余舜天就係痛恨毒品嘅商業巨子。套戲緊緊圍繞余舜天同地藏建立戲劇衝突同敘事結構。呢種雙雄式敘事模式係對香港經典警匪片嘅致敬。套戲採用咗雙線搭配嘅形式，以香港為主，東南亞其中一個地方為次，咁樣可以盡量放大個地域格局。電影尾段有一段地鐵飆車戲，古天樂同劉德華分別開住私家車衝入地鐵站，最後甚至衝入路軌同地鐵相撞，將終極對決擺喺港人熟悉又陌生嘅港鐵地鐵站入面，上演余舜天同地藏喺地鐵站追車槍戰，甚至將車開入地鐵隧道，奉獻出近年香港電影中難得一見嘅視覺奇觀。最終內地票房超過13億，成為香港電影內地票房嘅標杆之作。追龍2作為17年王晶難得嘅口碑之作，追龍嘅續集，劇情上同前作係獨立故事，改編自曾經綁架李嘉誠長子李澤鉅嘅世紀悍匪張子強嘅犯罪事蹟。套戲由王晶同關智耀聯合執導，由梁家輝、古天樂、林家棟、任達華呢4位金像獎影帝飾演，亦係佢哋繼黑社會之後，時隔14年再度合作，為咗向觀眾揭秘現實中嘅世紀悍匪，展示以張子強為首嘅犯罪團伙點樣綁架香港富豪同被警察拉嘅全過程。王晶同關智耀喺拍攝前期就已經通過採訪張子強犯罪團伙成員，掌握佢哋作案細節。同時，追龍2延續咗追龍入面雙雄男主嘅設定同紀實拍攝手法。由於同題材嘅電影好多，王晶為咗拍得更有睇頭，喺故事情節上重新設計，案件規模亦都升級。如果唔同導演王晶前一部作品《追龍》做比較，公平嚟講，《追龍2》從電影製作、演員表現、劇情設計、場景還原、動作場面、配樂等各方面，都可以話係一部合格嘅商業片。尤其係喺開拓港片生存空間方面，仲係值得表揚。呢部戲投入咗大量資金，有話題性嘅題材、豪華嘅演員陣容、IP 資源，可以作為一部高概念梟雄片或者警匪片。同類型嘅港片之間難免有相似嘅地方，因為類型概念本身就好相似，相應嘅類型演員其實亦都比較固定。可惜同前作《追龍》塑造時代梟雄嘅史詩感相比，套戲對反派梁家輝嘅崛起背景、犯罪動機刻畫唔夠，令佢更加似一個符號化嘅奸人，缺乏深度。
故事主線簡單，基本上圍繞一次綁架案嘅臥底同拉人展開。最可惜嘅係港美流失，類型套路化。好多評論認為套戲為咗迎合合拍片市場，削弱咗香港嘅地域特色，更加似一部標準嘅警匪類型片，失去咗前作濃厚嘅時代氛圍同江湖氣息，令到期待香港梟雄片嘅觀眾感到失望。暑期檔8月嘅《使徒行者2》喺動畫《哪吒之魔童降世》50億觀影狂潮之中苦口奪食，攞低7億人民幣票房。套戲入面嘅臥底情節同第一部《使徒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導演文偉鴻將重點擺喺兄弟情嘅渲染上。導演覺得香港臥底片創作去到樽頸位，需要作出突破，要以職業特工隊系列作為標杆去創作劇本。故事講童年兄弟張家輝、古天樂意外失散，30年後因為一單罪案重逢，兩個人已經身處唔同陣營。隨住對罪案調查深入，一個多年來隱藏幕後嘅恐怖組織逐漸浮出水面。主題就係兄弟情義，兄弟情可以消除警匪之間嘅矛盾，令好人同奸人嘅刻畫唔會咁死板，更好咁展現警匪之間複雜嘅情感糾葛。古天樂同張家輝可謂火花四濺，可惜結局太慘。同過往嘅香港電影唔同，套戲放棄傳統嘅直線敘事結構，採用雙線並行嘅複合敘事結構。戲入面鋪排咗好多線索，唔單止串聯成個故事，仲營造出緊張懸疑嘅氛圍。後面嘅敘事節奏加快，仲設置咗好多反轉同暗示，逐步揭開故事嘅結局。最後嘅槍戰場面將故事推到高潮。為咗拍出盛大嘅場面，導演帶隊親赴西班牙潘普洛納，實景拍攝重塑奔牛節盛況。劇組亦喺緬甸仰光最出名嘅地標蘇雷寶塔外嘅鬧市公路上設計咗一場大型動作戲，包含槍戰、飛車、爆破等等。而西班牙嗰段高潮戲由廣場追擊、大街小巷追車，再到廢墟打鬥，喺嗰啲漫無目的狂奔嘅蠻牛襯托下，節奏明快，一氣呵成，十分精彩。同掃毒2嘅地鐵站追車戲一樣，成為2019年港式動作片嘅高光時刻。緬甸有好多動作片影迷，《使徒行者2》上映之後，更加引發緬甸國內電影從業者對本土動作片嘅大討論。多位電影人呼籲要對標國際標準，早日推出高質素嘅本土動作片。不過唔少影評人認為，西班牙奔牛節追車嘅創意唔錯，但執行得太魔幻，缺乏真實感。想對標職業特工隊系列，仲係差好遠。最後套戲獲得第3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動作設計、最佳視覺效果提名。導演文偉鴻獲得第3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新晉導演提名。到咗年底，《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前夕上映嘅《P 風暴》捲走近8億人民幣。呢部戲由林德祿執導，古天樂、林峰、張智霖等領銜主演，喺2019年4月4號喺內地上映。故事講 ICAC 調查主任古天樂、陸志廉為咗查案，潛入監獄做臥底，同獄中兩大勢力鬥智鬥力，調查罪犯同懲教員私下勾結嘅案件，最終引出一單大案並成功破獲。作為反貪風暴系列第4部，今次突然爆發，最核心嘅優勢係保持咗系列電影嘅基本特色，仲成為系列中口碑最好嘅一部。套戲嘅主演陣容豪華，古天樂、林峰喺內地有票房號召力，故事節奏快，動作場面乾淨利落，可觀性高，堪稱系列嘅品質之最。佢用返老港片嘅敘事節奏去推進劇情，再加埋打戲去刺激觀眾感官。套戲唔單止延續咗以往嘅劇作風格，仲喺反貪主線之下，好巧妙咁埋藏咗一條情感線。片中育有阿陸同陸志廉之間嘅兄弟情，描寫得非常有人情味，完全係一次老港片監獄兄弟情嘅回魂。尤其係首次喺系列中演反派嘅林峰表現出色，套戲捉住佢嘅性格特點，喺情節上大做文章，特別係最後提前出獄嘅設計相當巧妙。套戲對香港後生仔嘅生活狀態都有現實嘅描摹，唔粉飾唔偽裝，呢一點亦令好多後生觀眾有共鳴。至於10月中上映嘅《犯罪現場》，呢部戲係古天樂同孫軒相隔18年後再次合作，由廣東世紀海岸影業有限公司、天下一電影製作有限公司等聯合出品，馮志強自編自導。故事講述心狠手辣嘅犯罪團伙頭目古天樂同黨
喺一單珠寶店劫案中造成多人死傷。2個月後，佢嘅同黨被人割喉謀殺，慘死屋內。警察以分贓不均、內訌殺人為由，將佢列為頭號嫌疑人。隨住小警官張繼聰深入調查，發現案件真相一啲都唔簡單。好多媒體都話犯罪現場係一部中上之作，但觀眾好大機會睇完就唔記得。而汪新元亦成為古天樂電影宇宙入面又一個面目模糊嘅賊。套戲嘅賣點唔係演員顏值，亦唔係演員鬥戲，可以睇嘅就係劇情。只係馮志強可能寫慣電視劇劇本拖拖拉拉，用緊刑偵單元劇嘅思路去創作電影，導致套戲頭輕腳重，後半段先開始發力，前半段就睇到觀眾眼瞓，節奏明顯失衡。套戲俾人好嚴重嘅拖沓感，原因係片中作為無關干擾嘅細碎段落實在太多，甚至片中嗰隻對案情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嘅鸚鵡，佢嘅作用都唔係無可替代。套戲最後斬獲2.5億人民幣票房，而香港同馬來西亞票房分別只係得700萬同500萬港幣。古天樂喺2019年總共斬獲33億人民幣。當時香港電影全年產量大約係40-50部，計埋古天樂旗下公司天下一投資嘅電影，呢啲戲種大概佔全年港片產量嘅一半。所以話古天樂一個人主宰港片半壁江山並唔係誇張。粗略統計，2000年之後古天樂主演嘅電影喺內地上映咗大約70部，總票房超過100億人民幣。喺電影質量上，就算部分港片走唔出劇情老套嘅框框，但總算唔會令走入戲院嘅粉絲覺得使咗冤枉錢。高產之下仲咁搏命嘅古天樂，仲繼承咗伯樂邵逸夫嘅衣缽，好低調咁捐咗100幾間希望小學。呢個都係內地觀眾嗰幾年鍾意入場支持古天樂嘅原因之一。與其話當時內地觀眾熱愛香港電影，倒不如話觀眾愛嘅其實係古天樂。以下4張劇照分別對應古天樂主演嘅邊4部戲？正確答案：掃毒2、P 風暴、犯罪現場、使徒行者2。妝髮無限趨近，片場之間可以隨時無縫切換嘅造型，令角色變得唔再重要，認得古天樂就得啦。多謝你嘅收睇，歡迎點讚、留言、訂閱同分享，下一期再見。